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9月1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，箴言第30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信息。今日这个主题基本上是较定的一个主题啦吼，因为呢，基督徒所相信的耶稣基督，这个救恩是因为伊受钉伫十字架。这个记载有真侪人毋相信，甚至有人会讲，哪有遮尔戆的人啦？明明知影头前有危险吼，搁要继续来往前啦吼。是啦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信息实在是真歹去解释的。好啦，亲像伫保罗伊也捌讲过，讲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伫灭亡的人来讲是愚戆的，但是对得救的人来讲呢，却是上帝的大能啦吼，大快乐。这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所写的。十字架的道理信息，并毋是每一个人拢会通了解，也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接受，但是对伫相信的人来讲，这真正是恩典啦吼，是上帝的救恩吼。为什么上帝互咱这个十字架的拯救的信息遮尔歹理解？其实毋是这个信息歹理解，是因为世间人一直想要用家己的理性、悟性来理解无限的上帝，所以伊受到限制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21节到25节的经文，佮安尼讲，世间人凭家己的智慧，就毋捌上帝啊，就欢喜用人当作愚戆的道理吼，来拯救遐信的人。这是上帝的智慧。犹太人要爱信仰，希腊人要求智慧，但是咱却是咧传十字架顶悬的基督。伫犹太人来讲，这是绊脚石；伫外邦人来讲，这是愚戆。但是对于迄个得到呼召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是做上帝的快乐，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戆总比人较有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总比人较强壮。十字架的信息是要互遐个咱咧讲的卑贱的人，互人厌恶的人，以及这个欠缺无有半项的人的救恩。对伫遐个强壮的，因要互因见笑；有诶要互因来废掉。互人有智慧的人也会得到见笑，会去废掉聪明人的聪明，互一切血气的袂会当自夸。对伫遐个自家己骄傲的，掠做家己聪明的，伊要变做互伊无。到底智慧的人伫倒落？才会真牛变的人伫倒落？遐个夸口的人是怎样来夸口？圣经甲咱讲，夸口的着指主来夸口。保罗伫加拉太书第6章12节到14节里安尼讲着：既若虚度外貌体面的人，就勉强忍受割礼，毋是惊家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因遐个受割礼的，连家己也无守律法，因愿意忍受割礼，不过着借着恁的肉体来夸口。
但是我决断无用别个来看口，只有看口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就我来论，世界已经定伫十字架顶悬啦。就世界来论，我已经定伫十字架顶悬啦。这是足歹了解的一个哲学上的逻辑个啦吼。啥那保罗用十字架来看口呢？就是因为伊捌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才改变伊的生命。咱知影伫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内底，伊过去是迫害教会、迫害基督徒的时，伊是一个真骄傲的人。伊捌掠家己做上帝的奴仆，做介济代志，伊足夸口的。伊甚至捌安尼讲：我原来是犹太人，生伫基利家的大数，伫即个所在大汉，伫加玛列的门下，照着祖先真严格的律法的教导，热心来侍奉上帝，亲像恁众人今仔日一样。伊讲我也捌逼迫奉即个道的人，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，拢甲伊掠落来劳工。这是大祭司甲众长老拢通甲我作证的。我阁带因到伫即个兄弟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，大马城吼。伫迄个所在要来掠，才会奉即个道的人，甲因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刑罚。伊过去是遮尔骄傲，掠做家己是为着上帝来做吼。但是当伊降服、谦卑了后，伊就无搁再看口家己，无搁再看口家己所做的。现在伊所看口的，只不过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。十字架的救恩信息，毋是一个真奢华浮华的言辞，或者是讲真悬真深的学问。保罗无用安尼方法来传达福音的信息。十字架福音的信息是一个真实际的救恩，亲像保罗家己伫软弱，就是伊青霉的时阵，伊所领受的。所以保罗伊就安尼来改变伊的态度。伊讲：因此我到伫恁遐的时阵，我非常的软弱，又搁惊吓，又搁软弱。我所讲的道理，所传的福音，拢毋是用即种互人安尼听了真感动迄种话术吼，是我靠圣神的大气力来证实的。互恁的信仰毋是根据人的智慧，是用上帝大气力来做基础。十字架的信息，其实就是上帝大气力的救恩所显示予咱的。